干嘛多姐欢迎，点点赞，兄弟们，点点赞啊！点赞加油，兄弟们！你还没走，再去的嘞。阿家把电车只有人。阿家去这样子。你这咋的？我提提。感谢抖音官方。感谢抖音平台。感谢抖音平台。我是健康直播，我是才艺直播。最近你们带走的挺多吗？我们两个不带，其他都带上。为什么你们两个？真的不知道，我们两个不带，根本就不带。你们两个那么钱，你毛毛就不叫啥么个他，学人不？还是大哥找我推的，俺都从后给他推去。那当然，虽然他清楚的，纯粹你们听得清了，起码对不对？没关系，我都马上做就没做那个事，俺都做了。俺大伙是就开始推的，等你要再嘛最小个子。什么？感谢抖音官方。我是这呢？是。刚刚那个。他从我听。幸福女孩在哪里？我在罗荣。罗荣。我过几天来罗荣，我过忙了。我呀，对的。还有今天找几个。我们两个一起见个面啊！哦，可以。大家都等着在。也就我们三个打吗？打吧，我们三个打吧，不然带走了。各打各的啊。各打各的哦。OK， 欢迎康扎西登驻。今天这是个家人们，现在是加成，家人们加成。咱们家有朋友的话帮个忙，好不好？那我们避免啊。好的好的。这样的话好一点，不避免的话特别吵，所以就是抖音官方有点生气了。抖音爸爸，我是健康直播，我是才艺直播，我是正能量的直播。兄弟们，小星星墨镜有的话团结做一个，兄弟们，欢迎88走吧。谢谢永红哥送来的小星星。没有关注的爸妈点点关注下可以吗，兄弟们？这个是我的小号。谢谢拉珍送来的小星星，谢谢我们的勇战哥盖人奇送来的这个小星星，谢谢1376送来的小星星，谢谢我们的财人人八哥盖人奇送来的小星星。哎呀，谢谢，真的太给力我了。最后4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不同的，前面没有上过的，最后4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不同的。最后4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100多个人，兄弟们，前面没有上过的，最后3个人的小星星可以吗？最后3个人的小星星可以吗，兄弟们？3个人的小星星，前面没有上过的兄弟们，感谢我们的康巴小子送来的小星星。哇塞，最后1个人，兄弟们，你们的团结真好。感谢 A 哥送来的A 哥。欢迎藏族人，谢谢送来的小星星，感谢 A 哥送来的小星星，谢谢你们的团结，兄弟们。欢迎康巴人。阿加汉多罗达米，兄弟们，我们的双倍的时间快到了，兄弟们，热气球、墨镜、保时捷有的话，兄弟们，3、2、1，现在上，兄弟们，现在上，现在我们的票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就上什么，欢迎我的1376520大哥，欢迎马路赶紧去。热气球墨镜有的话现在上，兄弟们有没有热气球墨镜？直播间里面有100多个人，这个是我的小号，虽然人气不是很多今天晚上，但是有没有墨镜，兄弟们？有墨镜的话
给我支持一把，兄弟们，一个墨镜，加油，兄弟们，墨镜。日气球墨镜有的话，兄弟们加油一把。感谢东野光方。最后有没有墨迹，兄弟们？最后守住一把，时间快到了，兄弟们，最后有没有墨迹？感谢康巴纳哈，谢谢送来的人气票，感谢。哎呀，吃了这个，就惩罚不对。我要惩罚有么干嘛家的没得？惩罚某不惩罚对。就你自己发惩罚嘛。惩罚真的。走嘛你。我们两个没有了。谢谢兄弟送来的墨镜呀！你们两个一组打我。可以。OK。好呀。OK。票少的闭嘴。可以。OK。你给我加个油好不好？我没有实力了，欢迎我赞。没有大哥。惩罚说什么？好好做啊。OK。Yes。OK。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点点赞。他们两个把拿捏的时候拿下来，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加油！直播间里面有1400多个人，1500多个人，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咱们一人一个小心心，帮忙走一下。这个是我的小号，虽然人气不是很高，兄弟们没有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下，可以吗？我把个赞妈了的呢，点点关注，感谢抖音官方。欢迎我上。感谢抖音平台，兄弟们，首先帮我扔一个墨镜可以吗？让他们两个闭嘴，真的。首先一个墨镜加油，兄弟们。做一下好不好？拜托了，我们家点点赞和小。一个黑妹加油，兄弟们，一个墨镜，让他们两个闭嘴。那两个女的一起吵起来的话，耳朵有点疼，兄弟们，真的。太吵死了。你是耳朵不疼，你家没实力。你们家没有墨镜，还有上去的快几个。但是又在起了。有的是墨镜，有的是热气球，你放心。有的是墨镜，上一个嘛，你家人们 JBC。你看嘛，我的家人们这里来了一个41级的大哥，你知道不？41级吃饱了，肯定走了。376的大哥一个来了，你妈了总，你们两个完蛋了。欢迎图蛋哥。家人们加成来了，7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不同的，每人一个小心心。直播间里面有1400多个人，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4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4个人加成拿到了，好兄弟们，加成拿到了。现在有没有墨镜，兄弟们？有没有墨镜？一个墨镜，加油！你妈了，拉萨飞哥，欢迎拉萨飞哥送来的小心心。谢谢拉萨飞哥，这给拉萨飞哥送来了墨镜，你们两个闭嘴啊！这个是不是墨镜？见过吗？墨镜见过吗？墨镜没见过。对，欢迎康巴小子，真的肯定没有见过。你们看嘛，家人们，他是零票，零票。欢迎我生哥。他是公安的票，家人们，他自己吃鸡蛋，
还想跟我一起打 PK，真的是。辣子哥哥。兄弟们，现在是双倍。有墨镜的话，一人一个墨镜，加油，兄弟们！有墨镜的话，一人一个墨镜，说不定对面会偷他，兄弟们，对面跟上来了。感谢我的拉萨飞哥，谢谢拉萨飞哥，A B 哥。家人们，我们家其他的能不能帮个忙？拜托了，好不好？哪怕是一个墨镜，哪怕是一个小星星。其他的兄弟们有没有热气球墨镜？兄弟们，直接下播了，这个零都不会了，我就直接下播了，真的是5分钟拿个零蛋窝，真的是5分钟拿个零蛋窝。欢迎我拉普特里，刚好播了1个小时了，打我下了，家人们，这把打了。下了就最好。不然没有实力，我那边想睡觉了。我没有实力的时候想睡觉，想喝饮料，想吃饭。这样的话，人会越来越长胖的，没人喜欢你了，知道不？身材不好的话。欢迎我喜欢父母哥哥，把这个感触趴在那边种一下，可以吗？喜欢父母哥哥。家人们，公主把的种一下。家人们，公主把的种一下，好不好？这不你妈了！这叫是过后你了。点赞，兄弟们！现在一人一个墨镜，加油，兄弟们！一人一个墨镜，热气球有的话热气球，没有热气球的话，一人一个墨镜，加油，兄弟们！能不能帮忙加个油？说不定对面来了一个热气球的话，我们就站去点了那边去了。喜欢父母哥哥帮忙一下，好不好？哥哥，最后再往前盯着一点。榜1、榜2、榜3、榜4，所有的兄弟们，直播间里面有160多个人，再往前加油一点，兄弟们！感谢我的拉萨飞哥带人进马路，这是给对面和上的兄弟们，有没有热气球？兄弟们，热气球一个加油，热气球一个加油，兄弟们！稳住了，陈错大哥就陈错大哥稳住了啊！你好好放你那个。一个热气球加油，兄弟们，一个热气球，你妈了！赶快把在那边种了，加油！种。看着那么又在吃，谢谢宝哥，谢谢宝哥，谢谢。欢迎够了，兄弟们，再不用上，时间不够，时间到了。整天的。看这晚点整天家人们。公主把的。人做吃饭。我的帮你，谢谢你的支持。呀。陈错看着来的，你唱歌，我唱歌你跳舞是吧？我跳舞就行，能胖死。好。我就唱歌，兄弟们点赞啊，点赞加油。唱一首《远方的朋友》，献给上方的家人们，祝你们开心快乐。再给个嘞！没有关注的话，点点关注，谢谢我之类。Hello， 再给个嘞！
的裤子。呀，我就唱连段啊，太长了的话有点不合适。最近段播的特别多。一年不等待经过送呀，考了说。这样的吗？一年不等的，菩萨用下参谋的有的，可是求的这呢，下个看你干啥的呢嘛就把有嘛的。老了。真的眼睛不长。还要打吗？这样的吗？跟着一年不。再打的话，你们两个凳子上面站起来，一人做25个蹲拳啊。可以呀。好的，可以呀。好的。可以啊谁身材好，谁身材不好，我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你以为你会赢吗？会呀。可以轻轻松松的能打得到你们两个。给你家那个家人加油。你们两个一起加起来一个票都没有，知道不？他是零票。那都赢的。他是零票。零票。买来，咱们。妹来叫的吗？现在是零票，没有票吗？起来做个蹲去。妹叫的吗？要弄做个蹲去些。零票人才都7、8节个了，要弄。7、8。过程。哦。零票的时候起来必须要做那个蹲去。好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兄弟们，点赞啊，兄弟们。家人们，我们真的做一点票好不好？我们真的做一点票好不好？做蹲起说起噻，没有关注的帮忙关注做一个，兄弟们。没有关注的帮忙关注做一个，谢谢你们的支持，真的这把赢一把，兄弟们，这把赢一把。小星星墨镜日期995的好兄弟们，团结做一个啊，团结做一个。家人们，对面跟上来了。你们两个不用做了。你走下啊。兄弟们，黑妹加油，黑妹，墨镜加油！9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不同的9个人的，不同的9个人的小星星，兄弟们，我们家不同的9个人的小星连一个小星星都没有吗？家人们，欢迎我家直播间里面有150多个人，兄弟们，记住把5个人，最后5个人的小星星。咱这一把能不能帮忙加个油？最后2个人，这一把能不能帮忙加个油啊，家人们？咱这一把帮忙加个油。我们家真的连一个小星星都没有。前面没有上过的兄弟们，最后2个人的小星星。幸好陈错那边用不着，我们家打得好。兄弟们，哎呀，最后2个人的小星星，谢谢老师。什么票啊，家人们？我们家连一个小星星都没有吗？美丽的西藏，欢迎。都没有吗？哎呦，家人们不要打成这个样子。Oh my god， 这票打的，谢谢给你起。谢谢破了个0，终于破了个0，答应了。那你记得欢迎刚把小子，把这个欢迎我3路，终于破了个0，家人们。双倍的这个兄弟们，破了个0，保时捷有的。破了个3，家人们，我们家有没有小星星棒棒糖呀？欢迎我阿成哥哥，欢迎我阿成大哥，谢谢我用户802大哥，谢谢大哥。还谢谢我3路送来的棒棒糖，3路真的帮我一把好不好？3路，蓝牙已断开。3路能不能一起帮一下吗？好不好？3路，干错吧的你上来，10秒，马上就到了，兄弟们，时间马上到了，兄弟们。实力呢？谢谢我3路，送来的墨镜，谢谢3路。上，兄弟们，现在。来都，你妈了，这是墨镜，有什么就上什么。谢谢3路，现在是双倍，双倍，兄弟们，双倍。谢谢大哥，谢谢我3路哥哥，谢谢我大哥送来的小星星。家人们，我们家有没有墨镜？帮忙的有的玩具都上好了。啊！我干什么的？你上来！这个是什么东西？感谢我的朋子，谢谢大哥。3路能不能帮忙3路？人家胖哥送来的日期就破了的了，这个今天晚上让你破费了马路。3路帮个忙好不好？3路，起来做蹲拳，起来做蹲拳，你们两个没有资格拉票，知道不？现在没有资格说话，知道不？兄弟们上！对面跟上来了，兄弟们，对面跟上来了，感谢大哥的跑车。兄弟们有没有？3路能不能帮我一下？3路欢迎我闭嘴的小牛哥哥。闭嘴！感谢我的胖哥。破坏的送了别去，你妈了，就等到这期就是不你家，赶紧去看你。29季节。3路哥哥能不能帮一下忙好不好？欢迎我自由自在的小牛哥哥，能不能帮一下忙？家人们加个油好不好？再等着看咱就明年快点你妈了，最后收他一把好不好，兄弟们？最后守住一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只靠榜一的话，压力大的很，兄弟们，你妈了，走这期就这里加油去走路的，其他的大哥大姐们，其他的兄弟姐妹们，能不能一人一个日期就加油一下，兄弟们，3个日期就有的话，随便会赢的，发誓赢的。我们有没有3个日期就兄弟们？
再有没有3个热气球，兄弟们？直播间里面有160多个人。再有没有3个热气球？加油一点，兄弟们！3个热气球，3个热气球也那俺的开着，你妈了操！3个热气球，加油一下，兄弟们！3个热气球，最后，时间快到了，你妈了操！哦，大时间都，别你妈了操！感谢兄弟送来的保时捷，掉到地下去了，别你妈了！发誓我赢了，你们2个做一下惩罚，谢谢你们，可以吗？我保时捷你们拉萨萨克 Q 的那有了，发誓。发誓啥个？那干嘛呢？明个？我干嘛呢？没吃这个酒，这节日，也要吃这节日。看肉着。发誓我赢了。你看嘛，1600个票加起来一个保时捷的票，1200个票，那个你可加已经有2800多个票，知道不？你们2个一2100。哎呦，真的操！就带着的也是个。那么这个我是好过。你们感谢兄弟，让你破费了。谢谢我三哥。感谢欢迎兄弟。欢迎，谢谢吧。啥吧去？赶紧去捉根，你妈的对面的。刚到那个接的给是对去做。哎呀，大说惩罚。你不年前一个吃饭时，你躺在这。爱到爱。我靠，爱到那样么的。耶，生活这不是有一个吗？我以前选择那个，那个歌听的时候，你有点爱上我了，是吧？这个歌听的时候真的是确实有牛逼，这不关注一下是好的塞了。好的，给你关注了啊。天藏就对种黑别人用的，我让个家人东北大哥最西边给，俺做3个黑木充满了，却把不进，充满年不用啊后，这些的嘞。谢谢朋友哥马老，让你破费了，你妈了就破费了，能吗？兄弟们点赞。说我三多年没过的事，长了用来吃熊压力路。这三界有这3年这也门把谁熊呀的路，东东大瓦有能下了这年真熊呀的路。当作这满不能懂我脸脏，也该让我松手。兄弟们，关注左起，谢谢你们的支持。熊呀的路，也用思维干穷下了位，也干我松手。熊呀的路，下起正气了嘛，心中懂得别熊呀的。兄弟们，我就唱连段啊！谢林，好听，好听，好听！一听着，我们的人气都上去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哎呦，好听，好听！为什么这首歌唱起来人气上去了？你知道吗？因为太好听了，所以才会人气上去。好像
呀，最后打一把，你妈了，我要好好报仇你们两个。你报仇不了，报仇了，你没有实力呀、我有实力，他有实力，我又是一样子嘛。你们两个不一样是哎，他是他的嘛，你是你的嘛。再了哥哥上一个墨迹，哥哥现在是加成。这边有一个永红。真的上一个墨迹有两个，大家都是藏族嘛，兄弟，不要嫉妒嘛，好不好？真的，大家都是一个国家的吧，咱们都是中国人吧，不要嫉妒吧。人家给我这里刷礼物的时候，你这里嫉妒个啥子？就现在是都是加成，我说了的嘛，真的上一个墨迹有两个墨迹，以前的是没有的啊。欢迎沉默王子大哥，好久不见哥。那种大，那么近，那么近。谢谢啊。谢谢大哥。你1块钱不好的好，哎，我一瓶大哥，谢谢哥。对你1块钱的不好的那些没有，哎呀。没有，你不要说话。谢谢大哥。我们不能说话吗？干脆把你粉丝打开来喽。我只把给你打个钱费了吗？哎呦，钱费了吗？给这怎么在你们喝酒嘛？都那给就觉得你妈了。一就是我没事，2就是没事，3就是没事。再你打一个乱那种的话，我就直接拉黑啊，兄弟，不好意思啊，真的，我也不需要你这种的人，对不对？这个我的小号里面，这么多人，大家都高兴，你一个人不高兴。欢迎我的大众，我的大众，谢谢。谢谢沉默王子哥哥，谢谢沉默王子哥。天嘛记了国家这，天嘛念了国家这，天嘛算了国家这。天嘛一了用劲儿个马个嘎起来的，可能俺从没拿了骗过来周给拿吧，我们不三没些个子，等到做个子在我们干嘛？门头啊，赶紧去，兄弟们，最后8个人的小信息，谢谢阿哥各种送来的烟花，最后7个人的小信息，不同的直播间里面有180多个人，兄弟们，最近我的大号有点不对，所以就是今天晚上报道只能就报到小号里面，这个小号没有关注的帮我点点关注下。而且我们的榜一大哥，我的各种好兄弟点点关注下，且那边给加了你们最牛个能着，加了你们皮中就能着，别种年轻你们拉萨尝试看了，跟可能个冲空有的，等那人这话些都怕最冲，牛冲做出来看你个冲来接出来，第一个是刚出把这个铁洞弄的，我希望你等到从西部去家人做这个子，你们阿拉做人的起码的没做就得利用的。没几家呢，没家我去，大几家呢，大家个吃顿谁把的，等着这件事儿啊，周边那吧，老不得别人看中，咱们这几个对他们的都对呢，还里把个大的不来这里，没都没把别存这话做跟我们的，感谢东一官方，感谢东一平台，我是文明直播，我是健康直播，我是才艺直播，我是正能量的直播。兄弟们，现在热气球墨迹保时捷有的话，现在往前盯住一点，兄弟们，现在是双倍的，票多路的，向你哥哥走。墨镜有的话变成1.5倍的墨镜，热气球有的话1.5倍的热气球，兄弟们，加油一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感谢我们的扎西永藏，谢谢扎西永藏美女送来的这个墨镜。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小心心保时捷私人飞机有的话，兄弟们加油一把！现在是双倍的，兄弟们，双倍的。你妈了！双倍的票，兄弟们，双倍的票，加油一把！谢谢大哥。我三楼哥哥忙吗？我们家还有没有其他大哥大姐姐？谢谢，送来的墨镜。陈总，你往前坐一下。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团结做一下，只靠榜1和榜2、榜3的话，有点压力大，兄弟们，对不对？大家一起团结的话，很大的力量才出来了，兄弟们。真的。三六哥哥，谢谢三六哥哥送来的蹦球小丑，谢谢。干脆吧你不要呼吸，你知道吗？不要呼吸，怎么带人？就是的，呼吸嘛，怎么做门头了的？对不要呼吸。好好那边待着，不要呼吸。谢谢大哥，热气球。谢谢哥哥送的三六哥哥。公主把的干呀？公主把的。干嘛？我家年轻们是门个好不好？感谢我的藏族人大哥送来的墨镜。
几把爬上坡子，最后一个保时捷，再帮忙去做一下好不好？哪怕是一个木镜，哪怕是一个木镜，没节目是没能帮个忙好不好，大哥？没节目是没能帮个忙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我塞罗大哥，没节目是没能帮忙一下好不好，大哥？没节目是没能帮忙一下好不好，塞罗哥哥？哎呦，太阳长大哥，谢谢我塞罗，兄弟们再不用上，谢谢塞罗。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兄弟们再不用上。大马吉，大马吉。谢谢我塞罗。gormo tholore多少门个真正的马吉嘛，你妈了这不这啷个地了？我们的榜一点点关注下兄弟们，榜一点点关注下啊！榜一最嘛的哈，你把跟我从里看成无所的主播呢吧？恭喜你！关注的调动高把咱们慢慢的能这个的做我们的榜一，点点关注下，从来也不做的啊！榜二点点关注下兄弟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榜一榜二从关注这几个兄弟们。你说哈，谢谢你们的支持。扎生家在扎生闹，过来我保时捷去啥个小他妈子，那俺的我开车的你妈了操！机器嘛的那机器嘛的热啥？我这来打电电线门我过来电给家的热有的，机器嘛面那机器热有的做的就那卡路这来电那他们现在卡路现我现在的现在也做嘛那个。我这把的唱歌。我也不这把的。等你俺做生个起码能把草嘛了，绿的三十小把那么多用不给，那么嘛那这个对了就确保不进，那把草。呀嘛喽，呀嘛喽。点点赞，兄弟们。美丽的姑娘，谢谢。送来的人气票。家人节要什么了？点点赞，兄弟们，没有关注的帮我关注一下，谢谢你们啊！哥上我的兄弟觉着人的，谢谢，觉着在哪里嘛了最近？这个是我的小号，兄弟们，30多个人，没有关注的帮我关注一下啊，谢谢你们。没这个关注加那个，妈看他这个介绍全部用现在这个错。在老家，我呀，老兄弟有责任就到成都的时候联系我啊，兄弟，成都了这次等这个时候检查弄了，给过后。啦哩啦啦啦啦啦么啦啦啦哩啦啊！他们两个去哪里？我要做惩罚呀，他们两个没有呀，兄弟们。幸福女孩。幸福女孩，有马路，谢谢雪山，他们两个都惩罚我就坐这里，我就唱歌，兄弟们，唱歌，谢谢你们，好听的好，点点赞，这个歌唱完了就再差不多我也去演一听，兄弟们。是比中生，心都也马下了手，牛王塞拉破胸，塞拉里这拉马了，
擦瓦玛呢这个，拉玛罗人不起，叮咚咚的雨哟。关注一下兄弟们，弄着用笔敲呢，这里到家了，认真了，擦瓦玛呢这个，个天大家以后，叮咚咚的雨哟。拉玛罗人不起，叮咚咚的雨哟，叮咚咚的雨哟。喜欢这首歌，好的吗？喜欢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谢谢你们，感谢欢迎广泛。的同学马跟了，平地马驴正别，一年扎一家做，个真能用劲哟，个天下必定哟。一年了人不及的心中的雨哟，天高扎一去林，跟着女把家走，妻子藏比下雨，开比公公也比，打了相机比莫冷，跟到了人不起，打相机比莫冷。相机比莫冷，这里看见做这些的嘞，大哥，把钱转网个，看从这里个天龙的把钱转网个，感谢康巴哥送来的小心心，我转网结婚的嘛咯，他那个当用钱啊的，我嘛这些没拍的，真的也那么些，没说我们你妈也是结婚啥的。근데 다용 초양이 넘버 처마 그 도크르 메직 나 고파 그 자마마마는这个多克去弄入没有关注的全部帮我点点关注下，谢谢你们的支持。我是一个西藏昌都江大登口的，我从小到现在喜欢唱歌的一个藏族的一个小歌手，没有什么别的梦想，只喜欢唱歌，只喜欢跳舞。嘎真切看见错。以后选车人就弄，没有关注的帮忙关注下啊，谢谢你们。的心中的雨哟。